腰身哦，这倒啊拢无咧切啊，阿弥妈呢，顶礼拜做运动腰吼，我咧疼呢。今仔日共款，阁有啥物好看的节目呀？拢咧嘛有。来，即摆就来看吼。这哦，请安尼。你好，歹势我咧哦，还是你这啥水呢？我伫咧找我迄个新无我的无我，毋知走倒去，你知哦？我找。这个找无啊？迄无啊遮大，讲找无，等下叫倒马地吼，小动咧。迄囡仔是安怎啊？迄明显的，遐大坑，哪有无看到啊？迄若是阮孙吼洋洋，我就甲伊笑讲吼，你目睭是互喇叭糊着，迄目睭爱去互医生看一下呢。刷来啦，继续看。到底有伫咧倒？那安尼啊，拢找无咧。啊，你有看到无？奇怪，会甲倒找一下。你有看到无？迄囡仔是毋是知影啥物无啊？无看到。幼婷，你有看到我的无啊无？无。啊，你摆啊，我到底藏去倒位去啊？幼婷，你有看到我的无啊无？第二头顶。啊，这个较巧，这个较巧。对啊。我一出场就伫咧头顶啊嘛。你去伫咧这里摆啊？歹势。这是不是因为老？你有敢若有淡薄失礼吼？恁一个来，我就来去你伫遮摆。真正安尼。我你目睭嘛无介好，我头拄嘛无看到。啊，这节目是互囡仔看的呀。嘿啊，这囡仔拢真古锥吼。古锥是古锥啦，但是吼，迄目睭真正爱去互医生看一下呢。无啦，因是咧录影紧张尔啦，你莫想济啦。紧张哦，咱真正紧张尔，真正爱去注意一下呢。阿嬷的烦恼你知无？超烦，继续看节目啦。平常时啊，主要来家上课，你过来创，你有啥物兴趣？哦，这个去带。要往他上课啊，礼拜一跟礼拜二啊，所以你无刚刚叫礼拜三啊。4个大学大家毕业的少年家，有的是智能治疗师，有的人做过公立社园社长，而且因拢有厝内人实地适应经验。在理念小我的情形之下，4个人做伙开发长照教案，希望互全台湾的社会人拢会当正向努化。像日照里面用可能会有点混乱，如果倒下来。而且他们对这个会不会对他们来说太困难？他应该整个在放大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符号长辈可能也不一样。迄是啥物物件？迄是毋是迄地落呀？把长辈们的形象或是类型局限在就是只会去做某种特定活动的话，就有点太小看他们了。如果给予他们机会，或是主动的带领他们去体验一些新的事物的话，其实无论年龄，我觉得都是可以有新的火花。安尼真好呢，拍手啊！我感觉这个囡仔吼，足赞的。即马社会吼，真正老人比个少年人搁较多呢。这个少年囡仔吼，拢会去找方法吼，来帮助这个老大人。这个社会未来足有希望的。无好，我就想到阮孙的洋洋。伊会使像因同款就好啊，规工遐偌数，我都唔知伊咧创啥咧。大家讲着伊吼，我就血压嘛，拢起来啊，咧气噗噗安尼。啊，刷落来要看啥？我去买榴莲。我要买榴莲呀！哦，这囡仔真够讲话呢。我尽量。那头给你偌济？呀！我爸30钱。表情足可追呢。美梦。哦，甲因爸爸妈妈做去买物件。是啥物？旗呀，旗呀。喏，这啥？这真啊厉害。哦，我以前嘛定带阮洋洋安尼去洗菜市啊。我食哪巴？啥物？洗鸡个会使学物件，真好。玲玲爱贝卡，我食哪巴？玲玲爱贝卡，我食哪巴？这囡仔是特别找来演出啊，演了真好呢，真自然呢。唔是演的啦，这是咱台语台的新节目，咿呀咿呀哟。内底囡仔拢是找在地囡仔，甲爸爸妈妈出去学物件。应该是演的吧？你莫甲我骗呢，这会使带去演戏呢。我紧你演的无紧，阿嬷袂甲安尼讲出去，阿嬷帮你保密。无啦，阿嬷你真正讲袂听呢。啥物我讲袂听？你咧讲啥？你无大无小，我乖下去，我乖啊，乖。我讲，你讲。哦，那有报第二啊？无爱参糖，牛哦，奶较好，爱我会使看报第二。低脂啊，
比全脂也搁较好。最重要的代志啊，我敢若啉温度完美的咖啡。干是诶，什么孙悟空来有一杯200克90度的热咖啡和50克5度的冰牛奶，将各自的比例乘以温度，就是混合后拿铁的温度。伤紧啊！这紧是要创啥？条这紧是要创啥？这样听会有啊？安尼有了解无？后壁迄个咕噜迄什么物件？这样听会有啊？这就是予观众朋友家己去看的节目啊！想要甲咖啡做好啉，就紧来看咱的可能性调查术。这是一个科学甲布袋戏合作伙的新节目。真厉害咧！你即马做节目，佮甲迄布袋戏，啊，佮有迄科学，安尼合起来做，哦，真好！赞！过来要看啥？阮兜拢种酸呀，所以我有一个酸呀公主的外号。恁兜酸呀有几种？阮兜做侪种咧。酸呀公主。有土酸呀、爱文、海豚、海盗。酸呀，那会好甲唱歌来着？啊，就其实以前拢伫个餐厅、舞厅咧驻唱。驻唱。你做过舞女？无啦，唱歌啦，驻唱。驻唱。驻啊！驻唱一般来讲是啦，驻唱一般来讲都好炸。做凉。哎呦，要神哦！驻唱甲驻唱安尼无共款呢。台语吼，真正是真好。你看哦，咱华语念的时阵吼，迄音拢共款。但是吼，你若是用台语念的时阵吼，你就知影迄个字是啥。你听迄音就知影迄字无共哦。哦，真趣味安尼。有人在打小英雄啊！哦，这出好看呢。你在学那个什么？这阮囝嘛有咧看呢。哎呀，这好看啊！哦，明天继续流浪。我已经收到新加坡公司要我提前报到。即摆台语台是话要播出到落尾啊，迄剧情哪要播了呢？哦，青枝水水。我听讲迄700回的旅程啊，要结束啊呀！嘿啊，会愈来愈精彩哦！观众朋友有听到无？迄700回啊，愈来愈精彩呢，已经要到落尾啊！剧情吼会愈来愈好看，爱去看恁台无？啊，搁有无？无啊，无啊！恁后礼拜爱准备较济咧。喂，你要去台？哎呦，要神哦！讲安尼啦，这口真正讲袂听啦。我阿袂，哎呦，要神哦！我白讲。注意你的形象。哎呀，形象啊，无啦，年纪啊大，搁有啥物形象？就热的时阵，安尼，安尼就好啊。阿嬷很累。阿嬷很累。对啊。她能量其实开。阿嬷能量很高，难怪她这么早睡。讲一讲就说我要去困啊，去休困啊，恁继续讲吼，阿嬷要去困。